各位乡亲、士大父老兄姐，真正是三声无奈。第一声是本来阿扁还阁会当伫民视出来讲，但是民视已经通知阿扁伫选前28天拢总袂使出来讲。我毋知影这是根据对一条，或者是受到啥物压力。不过我嘛非常的感谢民视，予我有一年的时间出来讲，真正非常的感激。第二声就是伫12月15，有关方面讲要来办政党的辩论会，结果邀请8个政党，一边一国行动党被排除在内。咱来请教主办单位，因讲因为一边一国行动党伫民调排无入去前8名，但是阿扁所看到另外的民调显示，一边一国行动党毋是排伫8名以外，其实还阁有2个被邀请的政党排伫一边一国行动党的后壁。为什么差遐尼济？大细汉差遐尼济？为什么迄2个政党会当参加辩论，但是民调伫伊头前的一边一国行动党颠倒无机会？真正是无奈啦。第三声就是12月18念伊到，阿扁被一边一国行动党来提名争做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，因为咱蔡英文总统无担头无同意，所以阿扁来争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资格就去互人卡落来，所以这嘛是真无奈的代志。因为阿扁讲过，阿扁是毋是会当参选，这毋是法律的问题，是政治问题，是蔡总统是毋是要来担头同意的问题。既然蔡总统无要担头同意，阿扁就无法度来争做一边一国行动党所提名的无分区立委候选人。不过伫遮，阿扁要大家共同来勉励，拍断手骨颠倒勇。虽然咱一再面对遮尼济的困境甲艰难，但是咱绝对无要放弃，嘛希望咱各位乡亲士大父老兄姐，甲阿扁永远徛做伙，为着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行动党要来行台湾的国家路，伫立法院绝对袂当去互人消音。希望咱大家会当专心全力集中选票来投予一边一国行动党。那安尼一边一国行动党会当来下过5趴的户定，就有2色的实处。那如果有100万票，有7.5%的得票率，就会当来成立党团。阿扁到时就会当来争做立法院一边一国行动党党团的国会助理。阿扁就会当来斗骹手收集资料，来帮忙一边一国行动党扮演强而有力的监督加制衡。阿扁伫遮要来恳求大家，拜托大家，所以阿扁走投无路，这也袂使讲，迄也袂使讲。那安尼阿扁只有行向街头，所以有一天伫街头看到阿扁来咧拜票，来咧握手，伫宣传车的顶悬来咧各位恳求拜托的话，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拍拼，安尼好毋好？多谢。